諗住倫敦嘅餐廳貴，揾間有廚房嘅 service apartment 可以煮下嘢食。可惜理想同現實是有一些距離。酒店位於 Earls Court 附近，由地鐵站行過去6分鐘就到。雖然係舊樓嗰件，但都有電梯，唔使驚要台階。設備都算齊備，但所謂嘅廚房其實就只係一個櫥櫃，有2合1微波焗爐、雙頭電磁爐、基本杯碗碟餐具、細煲等等，可以簡單叮熱嘢食，但亦都只能夠簡單叮熱嘢食，因為係冇油鹽糖等嘅調味料，根本煮唔到啲乜，除非係白霎啦。而且有部分用具係會唔知有冇或者唔識用，亦都冇特別嘅介紹，好似抽油煙機，冇指示，真係完全唔知係要拉出嚟先可以開到部機。啲洗潔精同啲抹布又收埋喺垃圾桶入面好入面嘅地方，好似唔想俾人知道有咁樣。嗌人表示唔多想問，但係都要逼住要問。好彩 check in 咗之後，職員會問有冇 WhatsApp， 然後可以用 WhatsApp 聯絡，代替普通酒店室內嘅電話。或者某程度上佢係想慳返裝電話嘅錢啦。職員24小時回覆即時而且有禮貌。一開始仲會用 WhatsApp 簡介關於房間嘅資訊，好似垃圾桶嘅清理、room service 安排等。不過好明顯簡介得唔夠，要我哋再問啦。但都有好處嘅，英文唔好或者用 WhatsApp 去溝通都可以用下翻譯，對方又唔使聽啲聽唔明嘅英文，可能大家都會易明啲。甚至乎你可以 WhatsApp 段片或者相去做解釋。A picture is worth 1,000 words 嘛。浴室同廁所就真係有啲問題，浴廁冇分離，沖涼位居然唔知點解得半邊玻璃，一沖涼啲水就會整濕晒大半個廁所地下，甚至可能會有積水。雖然通常1日之內都會乾，最嚴重係沖涼水溫唔穩定，試過幾次突然變凍，幾分鐘後先至回暖。你試下大冷天沖下熱水，突然間出個凍水俾你啊嗱，仲要濕住身等住個熱水出嚟喎。好彩都仲叫有暖氣啫。仲有佢要 book 7日先有一次嘅 room service， 毛巾之類就要用幾日啦。好在酒店有免費嘅公共洗衣機、乾衣機同洗衣粉提供，但唔能夠烘乾嘅衫就只能夠晾咗喺房入面。房係冇衣櫃，晾衫架就大個擺咗喺門口。仲有個好處就係可以喺酒店櫃台免費暫託行李，我哋 check out 咗之後都可以擺低行李，都算幾好人。不過我哋曾經因為機場有事想問可唔可以 extend 多1日，佢就居然要收我哋嘅 double 價錢，佢哋真係好人得有極限啊！酒店附近有大型嘅超市，行返 Earls Court 嗰邊亦都有唔少嘅餐廳，中式、韓式、日式、英式、印度式、土耳其式、意式、美式餐廳都有，唔會驚冇地方行或者冇嘢食。其實嗰頭有好多嘅酒店，唔使一定呢間嘅，試過附近酒店有比較嘅，不妨留個言啦。